我中了一斤，看到我了没有？唱歌的话，我们要让现场的全国的朋友，来手掌流浪用那方向殺心，縱使天馬可放任，也不分清苦與甘。誰人被困，受身企喺真心，那天肩背起責任，也分清假與真。神可以每次壓殺，留在記憶裡人嗎？為何歲月變失去那麼認真？就算當天失了心，我知我亦是無限，我的情難請放心。昨日預備沒欺騙，未曾話過付出風險有幾多，留下的只有一夜會掛念。但求遇見你，可輕輕吻一次。覺得開心，我亦無法。繼續我獨自去逃環境真係好優美，嗰啲衞生搞得真係好靚好靚。我一路喺度感慨咯。我同樣因為我雲浮啊，隔離市啫，2個鐘過到嚟啦，所以咧我喺度感慨啊，點解人哋家鄉變化咁大咁？所以離唔開一啲優秀嘅企業家，就係一啲優秀嘅領導班子。再次俾掌聲嗰啲優秀企業，多謝你哋啊！亦都離唔開每一位信義嘅朋友仔。